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今仔日呢，为大家访问到的几位人物哦，哇，他的学经历真的是太丰富了，不仅当过教授，还有大学的校长，还有畜产试验所的所长、南科管理局的局长，还有国科会的副主委，以及台湾中油的董事长。而且呢，还获奖无数哦。然后他呢有一个别称叫做养鸭博士。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想到是谁了。那现在呢，他更是身兼重任，来担任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黄市长哦最重要、最得力的左右手。那现在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位贵宾，我们欢迎台南市副市长戴谦戴副市长，您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乡亲。大家好。对，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访问到副市长，然后因为很久以前哦，我曾经在当记者的时候也有访问过我们戴谦副市长哦，那时候他是那个南科管理局的局长哦，那今天呢，他已经是变成了我们台南市哦，哇，身兼重任的副市长了，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好，那我们呢，大家一定非常想了解说，为什么我们戴谦副市长呢？他之前这个经历哇这么的丰富啦哈，然后这样一路走来，接下了这个当副市长这样的重责大任。当初你为什么要接下？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个分享。我是很典型标准的台南人啊。台南人啊，我中医国校毕业，就是即摆孔子庙边啊。对啊。中医国校，中医国校毕业，台南一中毕业以后呢。我去台大读册，开始食头路，所以呢，台南是我的故乡，就是我一生啦比较成长的这个所在。是。那有机会啦，我伫台湾省特产试验所，就是即摆伫新华的这个。农委会畜产试验所是。那其实畜产试验所呢，总所就在台南的新化。它有8个分所在全省各地。各位乡亲呢，如果有到这个恒春去的话，你到恒春去看喝的牛奶，还有呢看到的大草原，看到的风吹沙，那是畜产试验所总所的一个分所在恒春。它是养肉牛，那其他呢这个8个分所，花莲也有，台东也有，等等，那总所就在我们台南市的这个新化区，是，所以呢，其实呢，台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业大市大城，对啊，那其实畜产试验所呢，农林渔牧各有一个所。那畜产试验所就在我们台南市里面。其实一般人呢都把它叫做新化牧场啦吼。其实伊唔是，伊内底呢有7个溪，有一个大的试验场，佮有450公顷的土地，所以呢它种有牧草，那它养有实验的猪，还有做这个加工系、育种系，还有这个。经营系，这个牧草、牧野经营系等等，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畜产研究的一个中心。那整个台湾的这个畜产研究呢，就以这个地方呢为核心。那其实呢，我要很感谢这个我在台大毕业以后，到畜产试验所高考及格，到这个地方读书。在工作之后呢，这个农委会给我的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大学去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哇，好优秀！所以呢，我是真的很感恩台湾，也感恩台南市，因为呢，我就是台南人啊。对啊。我有机会这个去农林厅做副厅长。台湾省去我带倒去以后，因为要精神所以呢，我倒来升台做生科所的教授。迄个时阵呢，
国科会的主委呢，给我借调去咱的科航园区，即摆的迄个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对，像是我借调去的什么，是迄个筹备处主任，我是第一届的筹备处主任，讲较白的，就是讲安那去遐测甘蔗，去遐迄个开始啦饮水，安那迄个风队。开源节流等等这一些，还有呢，涂骹恶了以后，各有咱的先民遗嘱，这个是这个几千年前呢，我们的这个整个平原呢遗迹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呢台江爱港内海台江内海很有文化的这个地方那其实南科呢大家看到它现在呢。是一直左转，那等一下呢，可能也会谈到这个部分。对。那这个TSMC 这个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呢有3奈米的有5奈米的布局，所以呢整个就变成护国神山。对那像这些事情呢，从坎坎这开始一直到。这个南科的发展让我看到我自己故乡的这个希望。对。本来呢是一块甘蔗园拢会饮水新市啦，安定啦，显化这3个乡镇。对。拢无什么希望，但是呢，南科开发了以后呢，咱即摆互我看到故乡的希望。对。咱陈东山老馆长啦，常常咧讲的，伊若咧选举拢爱唱的一条歌，就是回乡的我。这个食遍天下的山珍海味，也是安尼煮的上有滋味。咱即摆是安那，咱的囡仔会当伫这个所在啦做科技新贵。即摆这个南科呢，已经差不多8万的从业人员。等于我们开发了南科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对。所以呢。咱的少年囡仔会当家己的故乡做科技新贵，搁会当食安尼煮的饭。对啊。搁较福气的就是安那，囡仔生出来安尼先煞甲你顾堂家。所以呢，这是人生何等幸福的代志。所以我一直咧讲，开发南科呢，互我看到故乡的希望。这回因为这个黄市长先生啦，邀请我来做这个。工课我是感觉讲过去呢，我是伫迄个科学园区内底，这是属于中央的，和科学园区呢，拢总伫台南啦，1038公顷，这拢是咧做科技的这个发展，高科技产业，有6大产业，那时候2兆3星，就在内部呢一直布局。但是呢，这些布局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它的产值呢已经等一下也会谈到的，对，会破兆，到今年年底呢会破兆，产值破兆，然后呢又有从业人员呢将近8万个，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是园区里面的，那在园区外面的呢是叫做特定区，科学园区特定区。科学园区特定区呢，总共有3200多公顷。那如果3200多公顷，你把它扣掉，属于中央国科会的园区的部分的话，大概有2000多公顷。这个2000多公顷呢，我们把它划成 A 区、B 区一直到 O 区。那这一些呢，是当时的规划，就是来做生活机能，譬如说住宅区，譬如说旅馆。譬如说，这个所有的服务功能的这个地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L 区跟 M 区呢，其实现在这个房价呢涨得很高。对呀。我相信更重要的就是说，从 A 到 O 这样呢，如果我们可以这个遍地开花，同时开花起来的话，大家就可以了解，就是说 LM 呢。这个处给价管了，所有 A 到 O 这样2000多公顷都开发起来的话，我相信在这个3个乡镇安定也好、显化也好、新市也好，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很有希望。所以呢，
在这个黄市长先生邀我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以前呢是做科学园区里面的，已经现在看到它的发展，但是呢，我们现在外围的这个部分呢，只有 LM 还有这个 GF。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呢，可以让 A 到 O 呢，多遍地的这个发展起来的话，那我看我们这个故乡就更有希望。那这时候我如果有机会，来让他的所有屁化的这个计划呢，都一一的落地的话，那我相信这是我心爱的故乡。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这个一口答应了，也谢谢这个黄市长先生呢，让我有机会来担任这个工作。当然，我3月1号才来接任这个工作，有很多呢是我要学习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市长很多精彩，而且呢很多这个伟大的这个屁话呢，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落地。那其实呢，我也期望这个东西呢能够很快的每一样呢都美梦成真。阿扁总统讲的有梦相随，希望相随。哇，所以呢，我们副市长的是吼，因为这个台南囡仔，而且呢，这个南科这边可以说是你一手把它带大的，这样讲也不为过。然后，所以你看到它这样越来越发展，然后又看到这个发展其实呢，不只是台南的发展，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发展，所以你就决定把它这个副市长的职位接下来，然后让我们台南市更发展，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黄市长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你在接任的时候？我想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这个市长先生，我刚才讲过，对，市长先生呢，他在大台南市这边呢，对，他当选之后呢，他有很这个深入的这个规划，很完整的这个规划，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他也期许就是说他的规划呢能够美梦成真，能够一一的落地，让它实现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市长先生呢，他对台南市的这个大发展，他有5大主轴。从这个富饶城市，对，然后呢到这个魅力城市，跟安心城市，跟宜居城市、乐活城市，对，那这一些这个5大发展呢，是因应整个城市的这个脉动，是然后呢，我们台南城市能够发展依照黄市长呢对市民的这个当时竞选的这个承诺，以这5大发展的这个方向主轴呢，来擘画城市发展的这个蓝图。那透过这样的资源整合以后呢，能够变成创新服务，然后呢加速整个城市的建设，那逐步的推动让它落地。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譬化之后，我举例来说啦，我举例来说的话，比较具体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譬如说他在打造科技新城、宜居城市。对。台南是足好大的所在，因为我细汉就伫遮大汉，对。所以我知影这个所在真正是我去台北我嘛住过，台中我嘛住过，因为我去做农林天副店长，我就住伫中心新村所以呢。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台南比较好。我之前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回来台南，我也觉得台南太棒了，都不想回去台北。那我曾经呢在宜兰养过鸭子，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我在宜兰的时候呢，愈寒天愈落雨咱台南是寒天是我们台南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对。那这个7、8月是我们的台风季。这个雨水很多，但是呢，我们冬天的时候绝对不会像我在宜兰，那时候在畜产试验所的宜兰分所养鸭中心养鸭的时候呢，对，愈寒是愈落雨，落迄个湿湿啊雨安尼，逐天安尼，足湿的安尼，那其实现在整个气候在变迁了宜兰的气候也在改变当中了对。那但是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我的故乡对，你的故乡台南。那其实刚才讲到养鸭的事情
这个对养鸭博士嘛，对不对？我想哦，咱观众朋友做这两都听过，养鸭博士就是代签，但是为什么要叫养鸭博士呢？咱知影讲吼，这个法国就是他们的路易15最喜欢吃的就是鹅肝，所以鹅肝酱这个美味太贵了。然后后来为什么他们会用那个鸭肝，对不对？比较便宜，然后大家都可以吃到这么棒的美食，其实吃起来很香。好，那为什么呢？这要感谢。那时候说感谢一位台湾人，就是我们的戴谦博士。好，这个要我们就要，而且还有法国那农业部还颁奖给你，真的很不简单，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项的科学家。所以这一段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当事人戴谦博士来跟大家说，为什么他叫做养鸭博士呢？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当时在讲起这个宜兰呐，对，我当时我高考及格的时候呢，是到畜产试验所的宜兰分所去工作，是在那个地方呢，离太平洋大概走路10分钟就到了，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偏僻，但是呢，我们在那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这个一大群鸭子，只有我跟我太太啦，住在宿舍，住在宿舍，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宜兰人，我是台南去的，我太太是台北的人以后我台2是共班的，所以我两个就住伫遐，住伫遐就无什么迄个就认真做研究嘛，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个鸭子的这个人工受精。我们把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技术，然后做杂交的这个方式，让它这个杂交优势等等这个研究呢，我们发表在国际的杂志，然后在国际的杂志，其实那一些鸭子的生殖生理怎么把鸭子的这个公鸭的精虫采出来，然后呢用这个稀释液呢把它稀释，然后呢。怎么把它用人工受精的方法呢注射到这个母鸭的这个生殖道里面，然后呢让它能够受精，然后呢把鸭子生产出来等等这一些呢，这个在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以后呢，刚好有法国的研究人员呐，法国农部的研究人员看到那个发表的文章啊，对，那时候中法。是台化呢是有合作计划，所以呢他就申请台化的这个计划呢来台湾3个月，然后呢这个国科会就把它换到我的实验室来，在我的实验室呢一起做研究做了3个月，然后呢把这个技术呢回到国家以后呢，他马上又派一个研究人员来更进一步的这个学习，是，那我们把这个技术呢转移给法国，然后他也邀请我到图卢斯呢，那个是法国的航太的中心，法国的Airbus 呢就在那边生产的，这个图卢斯，我也去图卢斯那边呢住了1个月，然后呢教他们这个技术，那有人工受精的这个技术呢，他们有这个红色的那个番鸭。咱讲红面鸭啦，伊这个鸭呢，会当含这个北京鸭容易交配，因为体型不一样，所以只能够用人工受精。所以呢，那个技术呢，这个我们这个转给他以后，他们就开始大量的去做人工受精。是。那这个技术转移之后呢，大概5年里面呢，他们那个花格拉这个回甘。这个鸭回甘呐，对，大概增加了10倍的这个产量。哇！那么花格拉这个呢，其实如果您品尝过的话呢，它因为呢是主环苷，那它这个主环呢并不是不正常的主环，因为肝呢其实是 adipose tissue， 它是在堆积主环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吃这个主环类的东西太多的话，我们肝呢会这个肿大，对，会变脂肪肝，会变成脂肪肝。但是呢，那是正常的肝，正常的肝。所以呢，你如果吃这个鹅肝的话呢，入口即化，而且呢，咱囡仔时代呢，吃饭浇猪油。咱像是无遐尔好呀，食饭浇猪油，对，猪油拌饭，浇一寡豆油，我就做好食。对，因为有猪油，所以会芳，所以好食。即摆咱的肉色饭嘛是有猪油，所以会芳嘛，对吧？所以呢，花格拉就是有迄个
鸭跟鸭的这个脂肪在里面，所以入口即化，那个价格又非常高，是，所以呢，鸭回甘的这个生产呢，对法国来讲呢，是他们很喜欢而且有名的一个料理。对呀。那他们是这个消费量呢是太大了，所以都是从捷克啦、匈牙利啦进口。现在呢，他们把这个技术引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大量生产。对。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颁一个 Knight Medal 那个骑士奖章给我。对啊。所以这个这是台湾之光哇！我想这是一个科技交流啦，科技交流。那我们现在台湾的科技啊，尤其农业的部分啊，其实是跟世界同步的，对。那这个对台湾啊，像这一次 COVID-19 啊，我们也防疫得很好。对。其实我们在生物技术方面啊，我们也都有这个国际地位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大概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大概是一个另辟主题邀请你小插曲。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打造科技新城这个部分。这个我要举的例子就是说，它的5大主轴里面呢，譬如说它要打造一个科技新城宜居的城市，对，怎么样？我刚才讲的，它把南科又加速的这个发展。那我当时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台积的5奈米、3奈米，现在呢，台积的5奈米进来以后呢，它这个今年的这个产值呢一定会破兆。它的18厂呢已经开始量产了，所以呢，在南科这个沙仑呢，它把它规划成2个引擎，所以呢，台南市呢有这2个这个双引擎，我们呢它的目的是要打造台湾成为这个南台湾的科技廊道。这个是韦哲先生他的这个精辟的这个规划的一部分。是。那另外呢，在这个交通网上面呢，我们现在因为有8万这个从业人员在南科上班嘛，上班的时候塞车啊，下班也要塞车啊，所以呢，你最好是上下班的时候呢，少去凑热闹。对。所以呢，怎么疏解这一些交通啊，让这些科技新贵很容易上班，也很容易下班，能够去洽公的人也很方便。那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完善的这个交通路网呢。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交通的部分呢会谈到。好。那另外呢，有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把那一些这个特定区呢，把它规划这个都市计划规划起来以后，去建这个住宅，让科技新贵呢可以在那边买房子。对啊。就是说他就住在那边呢，就不必来塞车啊，对不对？所以呢，就在地这个落地。对。那这个就优化公共设施的运输，然后达成我们在整个台南里面呢，我们以前小时候呢，一台卡达车的吐几台南去，那是小台南市。现在呢是大台南的时候呢，你从这个我们这个市政府呢要到南溪啦、左镇啦，还蛮远的。那市长先生呢，他希望呢把这个公共运输呢能够做好，然后呢这个交通路网呢完善。在任何一个地方到达，在台南市1个小时一定到。这个是变成一日生活圈，就像我们高铁一样。对。高铁呢把台湾呢变成一日生活圈。对啊。那这个市长先生呢要把台南的任何一个地方呢打造成为1个小时的生活圈。你讲你要去倒一呀，唔免2点钟、3点钟啊。对。1点钟你要去到倒就到倒。然后呢，我们过去小时候的时候呢，这个我刚才讲，这个夏天的时候会台风来啊，会淹水啦，对不？有些低洼的地方就会淹水。那市长先生呢，他对于注水防洪呢就很重视，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来保障这个民生的这个安全。那我们最近呢就很干旱嘛，对不对？对。那干旱怎么办？就大家节约用水嘛。另外怎么样？
要把回收水再利用。对。那它就在永康、仁德、安平啊，就有再生水的这个计划。那我想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是举例啦来说明我刚才讲的这个处长先生啊，他对于整个大台南的这个屁化了哈。对。那他也特别重视到这城乡共好。那以前在这个台南市是没有问题。至于台南县呢，有山线，有海线。对啊。这个城乡如果跟台南市来看的话呢，其实是差距蛮远的啦。所以呢，市长先生呢，他主张这个城乡共好，不是干那那个都市内底啦，大家生活安尼真方便啦，真富裕啦，不是伊要甲庄脚啦，甲留咧起来。所以你会当看到伊伫这个。大台南呐、会展中心，这就是沙仑呐，都有这个会展中心。对。我遮有写的，就是讲伊的日期当时的完工，叫做110年的7月的完工，即摆已经5月啊。对。这7月的完工。快完工了。所以呢，我们以后会有大台南的会展中心。哇。以后呢，咱唔免讲伫这个南环，这个世贸。对。迄小过。比较小一点，小，规模太小。这个像如果台北的世贸，好像他们是一等国民啊。对。以后呢，我们有这个会展中心，我们也是一等国民。1等1国民。那另外呢，在这个这个安南区呢，有这个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那棒球是我们的国球啊。对呀。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好的这个这个棒球场啊。所以呢，市长先生他就规划了这个112年呢就可以完工的哈。对。那另外呢，在停车，我们现在在这个各地要停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不方便。所以呢，他在整个大台南里面建9座立体的立体的停车场。那另外呢，我说这个城乡共好，他在义井这个。就建了一个农产加工跟冷链物流的中心。是。有农产品一定要有冷链，然后能够有物流，这样才能货上其流。对。另外呢，在公园的部分呢，在前大台南呢已经完成8座，现在正在做的呢有8座的这个特色公园。是。另外呢，很快的在新化。我头讲我是新化底下食头路的嘛，新化有一个果菜市场，但是迄个果菜市场古早是安尼传统性的，对对对，无讲遐尼干净啦，然后呢大家摆卖米啊卖料啊，就安尼迄个。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今年的8月就会完工的新化果菜市场。那另外呢，在将军是真海边的所在啊，对不？伊要把这个智慧的水产加工跟这个物流运筹中心这是海边啊，一定是水产真多啊。即摆水产你抓到，很加工，上青的。对。所以呢，从这一些例子里面呢，我想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市长先生啊，在整个屁化的这个5大原则下呢。我刚才举的这2个例子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心中呢是有整个大台南。对。好，所以我们已经了解说，黄伟哲市长他的一些施政的主轴然后未来要怎么做，那当然就是要靠我们副市长也要好好的来当他的左右手来帮忙啦哈。那当然他借重的就是我们副市长那时候是南科管理局的局长，从那边一草一木可能这样照顾到现在，台积电都进驻了，哇，这个是我们的希望。然后也是我们副市长说，把台南市打造成护国神市这样子的一个希望的所在。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副市长来帮我们做个介绍。市长的屁话呢，它是多元而且是全面的。对。那刚才我在讲说，我以前呢是在这个科学园区的中央的部分。对。那至于就是说，科学园区以外的2000多公顷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呢是需要地方政府来配合的。那这个反正市长先生呢，他是心中有里有外，所以呢，虎虎相连，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怎么合作起来。是，所以呢，他屁话的这个台南的未来呢，他希望呢就是整个台湾的未来。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有讲到就是说TSMC， 那 TSMC 呢这个台积电，其实呢台积电它现在在美国也在设厂啊，因为台积电是整个世界不能没有它。对，现在大家都缺少这个晶片嘛，对啊，这个晶片不足嘛，所以它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视的一个公司。对啊，都在抢。那这个美国也要它去设厂啊，那台湾也到处需要它去设厂啊。为什么这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现在的5奈米跟3奈米会落脚在台南？我想这个大概上个月呢，我去拜访这个台积电的第18厂，那个专厂长呢，他帮我介绍，因为第18厂呢，它是这个5奈米的厂，那他就放了一个台积20年的这个这个影片呢，让我们看。那第一个镜头呢，就是我们张仲谋张董事长的这个画面。对。那他讲的这样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这样，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决定台积电呢设厂在南科呢，是他这一生里面呢很重要的重大决定之一。哇！所以我想这个让台积电落脚不是简单的事情。对对。现在美国一直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希望呢台积电去设厂，现在终于他也去设厂了。那现在呢台积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制程呢，5奈米跟3奈米呢就落脚在我们台南市的南科。所以呢，如果你周边环境不是做得很好，你的这个人力你的这个大用水、大用电、大用地，还有人才还有这个生活机能各方面，如果不是做得很好的话，让他的让来别算一家。没错。所以呢，我想就是这个先进的这个半导体在南科这边呢这个人口呢就会破8万。然后呢，它产值呢到今年年底一定超过1兆。1兆。那这2年之间呢，就会再增加1万个就业机会。这么多，1万个就业机会。所以呢，这个就以这个南科的这个部分，原先发展，然后呢，在这个黄市长加码之下呢，我们看到新的希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高铁站。这是高铁站。在这个高铁站的周围这一块土地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里呢有台湾自驾测试实验室，自驾是呢没人赛的这个车顶管没人赛，它是这个自己家己也赛。对。这个完全呢都是用电脑，然后呢用感应，然后呢在整个这个线路上呢都已经真正载人，高铁一直到南科，这个线上呢，自驾车已经开始在试验，而且真的载人了。对。那个实验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那全国如果要做这个自驾车的这个场域呢，就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布局。那另外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像世贸，台北的世贸1、世贸2、世贸3都一直建下去了。对啊。台南都没有啊。现在呢，我们的黄市长呢就把这个会展中心呢就建起来了。大概今年或明年呢就要启用了，就要真的开始使用了。那接着呢，我想这个力能科学城刚才讲的沙仑的力能科学城的示范场域。这个是这个工研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大楼，
Panasonic 呢就已经进驻到这个大楼，开始做这个绿能的示范。是。那台湾我们不要污染，我们不要燃煤的这个电，我们需要这个干净的电。所以呢，太阳能啊，这个绿能的电呢，在这个示范场域里面呢，不但是这个有工研院，它是一个研发单位，而且呢，它是有实作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研发单位。它就已经建了一栋大楼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有一个中研院的南部院区。南部院区，我要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强调的。他讲的是中研院南部院区哦，不是中研院南分院哦。南部的院区跟南部院区是不一样的。对，这表示南部这个院区跟北部这个院区是怎么样？是一样。一样的。对，这个主持人很厉害。所以表示这个地方怎么样？国家最高的研发单位呢，都已经进驻这个地方。对，你看台南安尼有希望不？世界一流的诺贝尔奖的那个翁启惠就是台南一中毕业的啊。对啊。所以呢，你看他这个中研院呢，而且现在廖院长也是咱台南人啊。那当然了，不是因为台南人，所以呢，把这个南部院区呢就设在台南了。对。这个地方有它的这个重要的条件。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有研究，你研究出来的物件爱变做安那，会当卖的物啊。对。那个 prototype，prototype 了，试验了会当卖啊，会当做产品啊，开来 manufacture， 开来量产。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呢，就有规划一个产业研发专区。产业研发专区。那这个另外呢，就是一个营运总部。如果任何一个企业呢，它把营运总部设在台湾、设在台南的话，咱就指挥伊所有伫全世界布局的物件。对。指挥伊所有伫别个所在的工厂生产。所以呢，这个营运总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黄市长是很有远见的，他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小工厂或者一个小企业，他要的就是这个产业的领头羊呢，就设在我们台南市里面。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专区呢，很重要的，要有 R&D 当核心。然后呢，我刚才讲过的，你光是有生产，光是有这个产能，然后呢光是有企业，最后还是发展不起来。对，生活机能还是要规划下去。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这里呢是山景，这个米水啊，奥莱就在这个高铁站的这个旁边啊，现在你去啊。那今年年底就会当迄个开始营运啦。对，可以带动繁荣。所以呢，这个以后这个地方有 R&D 研究的中心，对，有这个生活机能outlet已经布局伫遮。另外呢，马上遮阁有一个选语中学。你遮的科学家的囡仔的家庭，伊较会愿意来遮做工课，伊较会愿意来遮这个脑筋甲恁贡献。伊的囡仔要安怎甲看顾，伊的家庭要安怎互伊方便，安尼无较伊会来。对。所以呢，我们有生活机能，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健康园区，健康园区。那成大呢，它会在这边呢有一个成大医院，设在这个地方。那这里呢，沙仑国中呢有双语教育这个整个这样沙仑的这个布局呢，从 R&D 开始，然后呢再到这个初级的这个prototype 的这个试量产，然后最后呢这边呢有一个工业区，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工业区在报片当中，另外呢港前就在这边呢。也有一个港前工业区，所以呢，要大量量产的时候呢，厂商可以进驻。那这边的这个原始型的专利
生产以后呢，马上可以就在旁边呢设立你的量产工厂，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是怎么样？头话我讲的讲，有梦想水，希望相随的哦。所以其实每一个都落地的，你可以看出来，中央研究院的遐金头脑的人，照我讲清清菜菜招得会来。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是咱台南的新的希望。哇，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副市长这样讲不愧我们副市长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让大家非常清楚说，我们的科技新城到底这两个科技新城未来带来多大的发展跟多大的希望那当然就是说，刚才你有谈到要把人才留住，我们周边一定要非常棒的规划，对不对？来，我想没有人才呢，就没有科技。对。所以呢，人才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希望世界的这个竞争力。那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沙仑呢，它有这个超前规划。所以沙仑未来呢，不只是第二个科学园，台南的重要的科学园区，而是提升等级的科学园区。如果南科是科技的3.0，那我想，我们的沙仑如果完整的规划的话呢，会是这个科学园区的4.0。哇，好棒！那在这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涌入。那最近呢，我想在市长的任内呢，他吸引了很多科技大厂，譬如说华硕的这个 AI 的研究发展中心就设在这个沙仑。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慧。那第二个呢，微软它也进来了。然后呢 ，Linker Networks 这个呢，它是在纽约上市的，它也进来了。ASML 呢，这个也都是世界等级的这个百大公司。厉害。这个都是进来了。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对这个黄市长呢，对生活机能呢，他很重视。所以对于教育的部分呢，在善化设立的这个酸乙国小这个国中。现在呢，在善化这个地方呢，有实验中学，那是园区里面的。但是现在在园区以外，他也要设酸乙国中，让这个地方呢，住在外面的人呢，也可以让他的英文很好。对，也是双语哇。所以我们下一代呢，一定要是英文讲安尼噼啦噼啦安尼会当和外国对有任何谈判竞争都有竞争力。那另外呢，不是干那顾囡仔尔因囝呢来家这个科技新贵，因的爸爸妈妈嘛爱来嘛，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造福机构以及公托等等啊，这个黄市长先生啊，他都有很完整的这个计划。所以呢，综合刚才讲的这一些呢，都是怎么样？我们科技要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对，所以副市长讲到说这个人才嘛爱叫狗，所以我们劳工也要照顾。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台南市其实这个失业率算是很低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对我们劳工朋友有什么一些照顾的一些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点呢，我们从黄伟哲市长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譬如说伊讲迄个台南好生活台南吃头路。这个2020年呢，县市幸福指数的大调查呢，台南市的表现呢是第1名，对，最优异的。那我们再看看失业率来看的话，6都的失业率呢，台南最低，对，所以徛伫台南是足幸福的，有工课通做，个呢，生活布局啦，对啊，生活机能都很好，足完整的，所以呢，会当来台南生活。去食头路。对。你咧食头路的当中呢，佮甲你保障你的头路，所以呢，这是呢台南第一个6都内底成立一个对迄个劳工的这个保障，成立了一个台南市的治安健康处。对。这是6都内底台湾
迄个台南第一做到的很重视劳工。对于这个劳工这个劳动条件甲治安的检查吼，到目前为止呢，有14121万张。哦啊，迄个罚款呐，有3095万。哇！这是罚迄个业主哦，这是业主哦，这是保障，对吼，这是不是讲甲你骗来安尼尔，佮甲你保护吼。那这对于这个劳基法哦，这个法尊辅导呢，拢总做1638张哦，然后呢办理这个劳基法的宣传呢有53张，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市场先生呢对劳工的重视甲保护哦。那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工申诉案件上线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讲你不要找我有代志我来跟你斗跟你讲安尼，不是你上线这个现在呢5G 啦这个数位发展呐都已经很普遍了，所以台南市呢这是第一个这案件呢可以这个线上管理对于劳动检查的处理呢可以公开，可以透明化。都上线嘛，所以你拢会当看到不是讲黑箱作业所以呢，对员工的劳工的保障等等，所以呢，不是讲干那高科技的人较来带台南啦劳工嘛欢迎你来带台南因为安那你即摆但这个劳工啦减轻伊即摆去食咱去做工囡仔要安怎顾爱有人照顾无咱种挂心挂意咱的囡仔咧所以呢。这个110年到113年呢，我们增加了公幼的这个设备，公共幼稚园的这个设备95班，非营利的这个幼儿园呢70班，然后109年呢南科这个里面的这个大顺钣金啊，他们合作成立首家的园区内的幼儿园，鼓励讲。你不是干那用人尔，伊的囡仔你先煞甲照顾参的，所以呢，是由市政府来鼓励这个厂家呢，家己设幼点，所以呢，我想，这个就说呢，友善的这个环境啦，那这个哺乳素啦，还有托儿这摄助率啦，这个都是这个6都里面这个很高的这个比例，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我前面讲的是。高科技很重要，人才更重要。那人才没有分这个高科技或者是这个劳工，都是同样国家的这个希望。对，那另外就是说，可能进来这个中国大陆嘛，不让我们进口凤梨，然后引起大家对这个凤梨的香甜，然后对咱农民，所以对农民这代咱台南市政府嘛是非常重视嘛。是的，咱的往来迄个台凤16颗是世界上好食。对啊。伊唔进口，迄是因失去福气啦，吃不到。但是没有关系，伊无要紧。但是安那，咱的黄市长啦，这个代志发生了什么？他变成什么最佳的推销员呐？对啊。你看，他去卖都卖那么好。伊这个挺农民啦，挺凤梨啦，然后怎么样？这个企业认购的呢有。826公吨，对，像企业金城银行啦、裕隆集团啦、大圆柏等等，黄市长呢还到板桥去卖这个凤梨这个一热卖呢，这个就是他热卖的，对，他每次去卖都非常好，6000箱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对，没错。这个大概我虽然读农业，但是最佳的行销人呢是我们黄市长那。这个，我想他对于农民的这个关心是真的是无微不至了我头讲过，嘉南平原因为有8田里的嘉南水库，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非常富饶的这个农产品，有灌溉，我们农业就可以发展嘛那但是呢，你干那生产好，不是办法，一定要有这个产销的制度，所以呢。伊是将军这个有这个水产加工，你不但伊新鲜的鱼
你就爱抓起来，随会当加工，而且呢有冷链啦，会当冷藏，可以呢保持新鲜。所以呢，伫将军哦，唔是去伫这个都市内底哦，伫装卡伊嘛足重视的。另外呢，它还加强这个内销，结合内销的这个实体通路哦，这种以亲自参与哦，譬如说拜托专家，迄个全家啦来卖旺来啦，家乐福来卖咸水薏米啦，迄个全年来卖咱的沙巴鱼啦，这个我对这个黄市长实在佩服有加啦，那其实呢，这个产品呢不是只有卖国内，还要世界行销。我刚才讲过的，我们是一个世界国家。所以呢，我们一定外销。所以呢，我们凤梨还外销到哪里？外销香港，今年外销了10公吨，外销日本，外销了20公吨，这个都是打破以往的这个记录了哈。那另外我头下有甲恁讲过，就是讲咱伫新化本来要起本来的果菜市场是安尼像个传统市场安尼，但是呢，到今年的年底呢，咱拜托迄个荷兰的建筑团队呢 ，MVRDV 即伫即个李立奴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联手合作之下呢，来起一个世界级的果菜市场，互咱的农民生产的物件一个就销会出去。对，所以呢，这个在年底办的话，明年初你就可以到新化去看到世界级而且非常亮丽的一个果菜市场，非常美，现代化，而且呢卫生，而且健康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指标的这个场域呢，这个是显示我们领导者呢心中有农民。对。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最近就是说，我们的疫情又紧张起来了，那这个防疫工作当然很重要。那我们最后就请副市长来跟大家谈一下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好我们的防疫工作。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市长呢，用这个无人机把这个智慧科技呢加进去，到这个夜市里面。还有呢，传统市场里面呢，去宣导防疫的这个事情，那大家要做好自我管理，应该要居家隔离的就要居家隔离，然后呢，要大家现在呢不用担心，像我也打过疫苗，市长也打过疫苗，我在这里讲话讲的这个就很安心，真大声了所以呢，打疫苗不用担心你轮到应该去打疫苗的就应该去打疫苗所以这个疫苗呢，还有这个口罩的供应啦还有各种这个地方的这个消毒啦内管等等这一些呢，我想整个台南市呢都是模范的这个做法模范的做法。那这个另外呢，我们的警察单位还有消防单位呢，譬如说我们现在有8大行业是在已经第3级的时候呢，应该要停止营业的。对。那实际上呢，有没有违规的？这个学去发现，我们的警察局，还有我们的消防局，我们的这个整个局处呢，大家跨局处的这个合作。去稽核、去稽查，是这个你门关咧，内底佫有人咧唱歌的声，阮的警察队啦，阮的反洋人啦，马上就去甲找出来咧。对，像这一些呢，藏污纳垢的地方呢，一定要找出来。像这一些呢，就显示说，在整个防疫工作上，我们是一一落实的。绝对不让死角呢变成我们的破口。对，所以跨这个。局处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对于这个消毒啦，还有各个消防啦等等，这个消防局呢还成立了4个防疫的专载队你若要隔离还是讲你飞机场需要接送的是这个车站爱消毒的等等，我们都做得非常完整。那这个警察呢加强查环确保这个居家检疫有没有落实。他们会去查验，还有夜市呢，我们市长都亲自去巡视，对，去巡视宣导。那有没有安全距离？
哦，然后呢，是不是不要摆桌子，然后呢就是 take out，等等，在防疫很艰难的这个情况下呢，过去我们不是那么严重，我们还是维持正常的运作。譬如我刚才讲，我们夜市没有关。对，但是呢，我们夜市呢有种种的这个安全距离的管理啦，东西呢不能在那边就消费啦。那我们还在渔光岛呢，我们在这个上个月的月底呢，下旬呢，我们办了这个渔光岛的这个歌唱活动啊、演艺活动啊、艺术活动啊，所以呢不会因为这个COVID-19，我们只要做好防疫，应该可以继续让它运作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保持对，但是下去。龙舟赛今年就是因为疫情哦，就是中央也希望，然后台南市是龙舟是不举行的，对不对？龙舟现在去年我们有举行，对，有举行。今年呢，我们已经决定不举行了。对，所以呢，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依照这个中央指挥的这个系统啊，我们都是超前布局。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黄市长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规划之下呢，我们都让它一一落地。台南呢一定会变成台湾的最好的一个城市。对，那我们也期待说，黄市长呢，在我们戴谦副市长的辅佐之下，把我们台南市政带向更高峰。哇，谢谢市长、副市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直播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